多谢咱这个韩流一个来台东初六这个鱼排陆续的开花，为了种出品质较好的这个鱼排呢，果农赶紧收花。这几日来受到疫情影响，因为这个台东鱼排使用农药呢用了真少，环境佫真清气，数量真珍贵，加上这个鱼排有润喉清气的功能，这个大的鱼排花100公克差不多要来400块，咱真的乡亲，咱收钱伫买，变成今年真热销的农产品。这有功夫的啦。动作看起来真小手，上细粒万花蕊为着互比皮果子会当生甲个大粒果农把时间来甲部分的花苞挽掉，要互养分会当集中。对，你如果要剪花的时候，你就要等它开了。冷空气到位，天气开始变寒，台东初六的比皮花嘛开始开花。比皮对果子到花其实拢有作用，花蕊挽落来了后，先放伫网仔顶，再用机器的低温烘好打，就会当泡花茶。都在40度以下。40度啦。打扫花经过几若道工序，数量真珍贵，加上比皮花茶有清气淡喉的功能。这几年因为疫情意外变做热门的农产品，民众小济买买。因为枇杷它用的农药比会比较少一点，是一种药用的植物，从它的根部，从它的叶、它的枝条跟这个花，有治疗所我们的一个清肺止痰，然后可以舒展我们的一个喉咙的一个功能啦。伫无毒的环境内种，加上无加任何的防腐剂，比皮花茶佮料仔有芳气，养生佮加喙焦，果子农真用心来照顾，即马卖着一个好介绍，嘛为这个冬天带来温暖的回芳。